Hello， 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《灣星探》，我係阿正。嗱，今期咧同大家翻到咗山水名城嘅位置，介紹翻一個高樓層嘅二手房源。咁其實山水名城呢個樓盤咧，我哋上年買咗非常多嚇，咁啊有好大段時間咧，因為冇咗貨啦，所以冇更新呢個樓盤。有啲觀眾朋友或者係有啲業主咧，亦都會問到我哋有親戚想買喎，依家仲有邊啲樓盤要推薦呢？嗱，今期呢個二手樓咧就非常之適合啦。101方嘅單位，望住山景，呢個視覺感望出去，大家應該知道係一個高樓層嚟嘅。咁計翻佢嘅總價咧，438000，啊438000除翻101方4003蚊嘅單價，可以講性價比係極高嘅，甚至比以前買嘅一手樓咧仲要平。但係以前咧一手樓呢邊係帶埋裝修嘅，呢一個單位咧就係無批去發售嘅，4300蚊咧。因為佢係二手樓，所以講佢肯定係會比一手樓平翻多少嚇，所以先會有競爭力。咁對比翻最近同大家更新嘅就係呢個三匯印象啦，亦都出咗價格啦。咁對比翻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落差嚇，睇翻自己點樣去選擇啦。如果你要戶型更加實用、裝修升級唔使煩嘅情況咧，就可以考慮翻三匯印象。如果諗住性價比高嘅，又要望山景嘅，包括咗中意呢一個山水名城嘅呢個1、2、3期嘅情況咧，呢一個樓盤絕對高性價比嚇。OK， 依家同大家講翻戶型。北向無遮擋嘅山景因為今日係一個陰天嘅狀態下起霧，所以講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一個視覺感啊。建議大家有興趣嘅聯繫翻阿正，約翻一個好天嘅時間，或者係極端落雨嘅天氣時間，睇睇呢個環境係點樣嘅。反正今日咧咁樣嘅霧天陰天咧，現場嘅採光我覺得係 OK 嘅。係非常之經典嘅一個直廳佈局嚇，3房2衛嘅一個設計。咁佢嘅開間咧，飯廳客廳係3.8米嘅開間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剛好可以作為我哋嘅梳化位，因為喺呢個位置睇電視咧，斜望出去就係整個鼎湖山嘅山脈嚟嘅。可以講景觀資源咧係非常之開揚嚇。喺城市中心仲有啲咁樣嘅景觀咧係好難得噶嘛。對面嘅位置係我哋嘅電視背景牆，過到嚟係我哋嘅飯廳嘅位置。可以放翻一張長台，滿足到4人嘅用餐嚇，剛剛好。然後呢個位置咧有個玻璃窗，雖然講細細地嚇，但係打開咗之後咧，有南北對流嘅一個通風性嘅作用嚇，亦都係呢一套單位嘅一個少少嘅好處啦。然後入到嚟呢邊有佢嘅劣勢，就係廚房相對嚟講會比較細嘅。咁如果你話平時多煮嘢食嘅情況咧，呢個空間就肯定唔夠去使用嘅。但係平時可能基本上咧一個人去落廚嘅情況咧，我相信呢個廚房應該亦都夠用嚇。再加上呢個地段嘅優勢啦，東儀市場行佢又近，去翻好世界步行過去10分鐘左右嘅時間，所以講其實咧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入門嘅位置呢套單位咧有佢自己嘅亮點嘅，有個入戶花園嘅設計啊。呢個位置你可以放洗衣機、放洗手盤，包括咗放鞋櫃嘅空間，亦都係非常之合理嚇。再睇埋房間先，3房2衛嘅佈局。首先會嚟到咗我哋嘅第一間房，呢間房陽光房嚟嘅，可以做個1.5米床，作為我哋嘅功能房咧，非常之合適。望翻出去咧係好開闊嘅山景。大家可以留意翻房間嘅採光咧，每一間房都係非常之 OK 嘅。接住落嚟咧就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然後呢邊咧係第2間房。景觀同我哋公司主陽台咧係一樣嘅景啊，然後再入到嚟咧係主人房嘅衛生間。呢個空間感咧，甚至你要定製浴缸嘅情況咧都可以做得到。咁主人房呢邊咧亦都有佢嘅亮點，左邊細嘅採光窗，右邊大嘅採光標窗。咁整體嚟講咧，亦都係保證翻我哋嘅採光嘅同時，亦都可以享受翻南北對流嘅一個戶型嘅設計嚇。所以講整體嚟講咧，係戶型設計咧係非常之唔錯嘅。至於空間感方面咧，冇問題嘅，基本上1.8米床加衣櫃嘅組合咧，完全 OK。咁呢隻單位咧有優勢有劣勢啦，睇翻自己是否去中意接受到呢隻咁樣嘅單位啦。最關鍵係依家呢個價格嚇，438000，佢分單價4300蚊咧，可以講性價比極高嚇。有興趣嘅朋友聯繫翻阿正，上到現場嘅位置進行實地考察。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，繼續關注我哋灣星探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